好啦，乡亲朋友，hier 困过後啊，轉到福起來咧，呢節目嘅現場咯，今日係8月，好空間來報道嘅單元，同所有鄉親朋友向下關心嘅係咧空間嘅話題哦。今日到現場為大家來繞牆道嘅係李少太醫師來大家來講到啲流感嘅問題。咁過呢，度咧頭先聊之前啊，鄉親朋友打電話到現場來咯，嗬，肯係提倡大家有問題，嗬，是利用呢時間打電話來問醫生，嗬。第一位啊，頭先有提到嘅呢個啊連 Q 圈嘅一個問題啊，我想可能鄉親朋友啊，咪都希望醫生啊，本期都建議嘛。頭先要講到呢個預防針愛去做，咁個係75歲之前要補充。那你一下就對觀眾朋友來問下咧，呢個從啲頭先講到快篩係300個元，嗬，啲當然是可能大家做得負擔得起。假使講從呢啲一下講到嘅預防針，頭先提到嘅啊，佢貴到嗎？老師好貴哈。所以冇必要平於身體動作，開始唔怕吼。平講啲身體紅藥，冇是不卡就當戲藥嘅人，錄音架吼。該種一些，你是還是建議啦吼，肯係會做啦吼。長久因佢本身是紅藥啦，冇是長配嘅吼，長配嘅你冇看去當配吼，全好雜樣哦。其實佢嘅抵抗力相對會好大吼。韓國嘅6歲以下嘅成人呢，吼，你嘛係做得推做啊。哦，安樣先啦，嗬，所以是會建議啦，嗬，長期底下安樣本身假使係寬太多，也係用半天嘅時間，也愛做是係啊對了解醫生了解，嗬，來問比清楚，啊問比詳細來，嗬，按照安樣來講到啦，嗬。韓國嘅時就嘛係注意到，一般你浪多嘅時候，嗬，係吐球嘅時間，真緊係較好處理，吼，冇像因頭先講嘅。袂變到木珠上面，冇時個心臟啊，就有問題出來。係，所以你看木珠會看到心臟咪有問題哦，所以你而家逐少啊，唔好遲到講，佢係唔係話太問題哦，可能佢自家會退燒嘅，你都部分自家就鄉親朋友我來好好我來注意一下，喺個話驚心到嘅嗬。嗰撒下來，你頭先講到啲流感咧嗬，流感要分類，嗬，錯冇？佢純來咧，佢底下仲強要分。頭先講快篩嘅時間，可以看到有3種3類。好，呢3類呢，啲上來係用辦皮膚呢，對強醫師來大家來講下。有按到 A 型、B 型，哈，韓國 C 型，哈，嘅流感有 A、B、C 3項。係，即係你下看到嘅呢一部分。那 A 型來講，哈，A 型來講，嘅病嘅症頭啊，會好嚴重。哈，如果你 A 型咯 ，A 型嘅個病頭哈。為大概嘅各種各種嘅家禽啦，吼，冇是哺乳類動物，豬啊、雞啊、羊啊，嗰度全部會有呢，吼，有帶呢種 A 型嘅病毒，吼，啊，所以呢種 A 型病毒一下傳染開落些，所以變到太流行，吼，按 B 型來講 ，B 型是專門是人體會傳染添。佢唔會切到，唔會從切到嘅買豬啊、羊啊，嗰度馬嗰度唔會切到嘅，吼，那是專門人嘅。啊，佢流行性來講是好小的，吼，是局限到一部分添。啊，C型來講是各省人嘅體質咧，吼，好是為是各省人嘅嘅傳染添。好唔會講變到幾下幾片嘅傳染。唔講來講會煙斜半煙嘅部分，冇講斜到眼定煙嚴重，係是按容易。你 A、B、C 是按容易分嘅，吼。啊，啲 A、B、C 入面分嘅地步是頭先因水頭，頭先有講嘅吼，血球凝集素和個神經氨毒是 H 同 N 來分。係，吼。一頭前嘅是 A 型地步 N， 好。A 型地步是170樣，哦，144到170項，係容易平頭。所以呢啲咪要老大家來講到咧，頭先要講，好，頭先要提到呢啲位本嚟鄉親朋友來個看下，因為下清楚下詳細到嘅啦，嗬，一般來講啦，嗬，啲係物界，樣老大家講，喺個用辦切開來嘅啲部分咪要老鄉親朋友來個講到咧，哦，喺個純來啲鄉親朋友嗬是講啲嘅佢切半年嘅啲嘅方法純來啊，嗬，啲可能大家就講，佢切方法來講啦，嗬，頭先啲有嘅要提到講到天天咯，嗬，一平頭，佢純來係到啲嘅講冷天師。
佢还会切开来，所以平头机其实适合嘅环境係哪種嘅環境？哦，佢平头吼，佢是會好冷嘅天氣，韓國好潮濕嘅天氣，佢會保留到好久，好唔會死咧。係，哦，所以你個口沫啦，個噴出來個口水啦，吼，冇是掉個掉死地背，佢個有平頭大概些，佢會留好久，留好久風吹下來。是會切到人咧，所以冷天氣，所以你嘅倡導預防感冒注射一些吼，你為啥奇怪咧？政府呢叫我們10月的些開始打，哦，10月份開始打一些是最嚴重嘅嗰個高峰期，咩？是高峰期來之前嘅兩段時間，然後先做預防。該是小我們是個好嚴嘅。75歲以上啦，哦，好過好嚴重嘅要重病嘅人啊，你是會身體身久年來，是因為你阿種因為嘅冷天氣，韓國溫嘅濕度好高嘅時節，哦，你個平頭是當會保留啦。哦，所以 Andy 頭先來講到嘅一個傳播嘅方式，吼 ，Andy 都係冷天氣，吼，還會講切開來，吼，也平均體檢嘅，頭先有講到。吼，你少嘅，假使講，Andy 你都有主動性肉起來講，主要你講滾吼，你講有100圖來講，你都有問題是冇有咧，吼。好 ，Andy 你為咗要講到啊，吼，用板來切開來嘅方式嘛，吼，頭先其實咪有條條嘅來講到啊，吼，你雜個來老鄉親朋友，因為要吐咩，吼，切除到啊，吼，個來講下。頭先有講過吼，Andy 個 A 型流感嘅吼 ，A 型嘅。佢個流行感冒吼，佢專門大概吊兒啦，吼，冇是豬兒嘛，吼，嗰度牛啦，只肉，吼，佢會一家會切來切去，吼，唔講切來切去，平常唔會切到人咯，吼，但佢係佢個市場嘅熟悉啊，乃是變咧。變到佢開你不開門，開得得咧，佢是落來咧。開唔得嘅時間，佢是落來咧。開唔得嘅時，佢是專門打佢嘅地盤嚟切來切去添。錯。哦，等到哪日佢開得咧，佢是冇是切到嘅豬窩，哦，因為豬窩嗰樣咧對人來講是好上強了。哦，相似是會切過來，所以嗰個系統恩啊，嗰個一下變通以後，佢是會切過來咧。哦。切過去還好，還可以哦。最驚是講系統恩，佢後面也打得開得以後，該是會變成人地背就會切來切去的。安樣是真經是麻煩咧，吼！你阿說講到你個切來切去嘅，你匍匐，安樣來老鄉親朋友來講到咧，吼！啊像撒下來啊，你講睇你阿個有啲匍匐，啊像應該啦，吼，有效清楚到啊，吼！你阿當到朋友是咪經常講你阿個冷度，吼冷度嘅時節可能因為足少啦，吼應用半天，可能少個頭，吼，有時節啊你阿個你講腦啊，是咪少白體去？假使從 Andy 嘅你阿個流感。佢咁要講內道嘅，你阿鏡頭比如講啊，你講頭痛叫嘅，有啲變化嘅鏡頭出來。哦，會哦，咁你從流行感冒嘅時間吼，拄開始全身骨頭酸痛，吼胃寒胃冷，吼有到因佢講哦，愛啲鏡頭有到因佢好雜性，佢是過咧唔怕，或是唔驚咧，啊有因係過唔來，相似嘅身體弱咧，係變到。細菌性感染，都是有病毒性肺炎，冇是細菌性肺炎，哈，冇是其他問題，韓國嘅心肌嘅問題，全部會，哈，都是個市場頭先鏈球菌強壯，鏈球菌，染上起來是當地影響嘅，佢會影響到你嘅中耳炎，哈，影響到你的腦部嘅些，是會變到腦膜炎。哦，相信咧平頭就腦部其實會變到病毒性嘅腦膜炎，哦啊肺炎，呢啲全部，哦，主要是講你冇本幾多啲係後背類嘅情形啦，哦，所以就講到呢個用預防疫情好嘅呢個方法，然後像呢個匍匐啦，可能啲假使要按樣嘅鏡頭嘅時節，所以體強太假咧，嗬，呢個冇本幾見到經驗，從假使見到經驗，從前幾人家都變發展出來嘅時節可能啊，嗬，是東南修散嘅啦，意思就講，以下要鏡頭夾夾來做治療，嗬，冇本幾變動嚴重咧，好，一講呢個事情啊，可以做呢個前線
做好啦，就像頭先你講到政府會合組一張年，哦，來幫你嘅鄉親朋友講來做了義風沙嘛，哦。前一張年來做了義風沙，當然啦，吼，你咪希望講啊，吼，做得來做好一定好嘅了解義風風範，第二位我從意思來老鄉親朋友，吼，清楚到啊，吼，來講下，你義風嘅風範上來，吼，用辦一步一步來做。最好你國際嘅習慣，吼，衛生習慣裝好來，裝好來，唔會變到你個東西，你是唔驚啦，吼，啊。反正你係講衛生，也唔係講你衛生唔好，像是風吹來啊，冇是拍聲音，但你拳頭是來提速一下。哇！你時節佢上嘅人，佢可能閃走咧。從佢噴出來嘅殼膜，佢可能平常人速一下吼，個殼膜出來嘅速度吼係100公里啊。時速100公里，哦，個動腳，速一下過來，它你係密閉空間那些，該是會切到人嘞，哦，那所以最主要是，又切到那些，你要戴口罩。哦，所以兩下提一點哦，假使講自家本身兩下又切到了解流感的時間，在麼為什麼會戴口罩？細講口沫傳染，哦，韓國。自己如果係有拄到病毒個吊兒啦，莫是搞吊兒吼，這個排泄物係有命毒咧，吼，最好是肥皂水吼，肥皂洗牆來，吼，韓國呢個吊兒係個禽流感流行嘅時間，個吊兒係唔係隨安切來切去，吼，相信唔係講愛烏卡飼吊兒，愛唔驚，愛唔管莫背哦，吼。相信就應講，愛不卡飼呢，好好嚇。應該冇事情咁錯啊。應該冇事情，因為啲哦，當個吊背啊個，個時得啦下來是切到了，個嘛會切來切去嘅，哦，所以個最重要。韓國你主要是莫賣嗰啲不明來歷嘅，哦，你唔啲講哦，啲都蓋兒吊兒係哪位來嘅？相信佢係拄喺疫區來嘅，哦，開始係先摸鏡頭，到你買到來，佢鏡頭發作，潛伏期有一禮拜嘛，哦，所以你買到一禮拜以後，啊，拄好佢是發作起來咧，咁你是麻煩咧，哦，好，哦，所以你提示點就嘛重要，提示點就重要，大概公演之前咪，你有隻新聞講香港。哦，香港家下哦，佢都要鋪曬了解戒咗了解係嘛？啟動到，叫嘛係唔係講佢就鏡頭講起哦，佢係講哦生氣，起下來以後，你哋這一批是唔會切到咧，啊，逐個講出來嘅是新嘅咧，是唔會要講你個病毒緊突然下來啦。所以只係家下應講香港機會話用來鋪曬了到戒咗嘛吼，所以應講去到了解應講也算係熱氣，哦熱氣嘅時節，自家咪要注意，要擔心。韓國去到熱氣嘅朋友，假使轉到台灣啦吼，有到詳細檢查，還係記得咯去做吼。先講到了位哦，當然還有其他要注意嘅部分，係呢到呢家下就我繼續來大家講到。